洪总，迄个时阵是你找到这间工厂，鼓励我做手工果子酱。即卖销量愈来愈好，有一个头家讲要投资，去会港拓点的。所以小，其实阮翁伊到即马，搁爱着伊的初恋啦。来，我甲你介绍一个，这是阮翁陆成。骆先生恁两个熟识哦？啊，对，我们要办一个开幕的 party，你嘛要来哦。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不爱听到只汉的翁这四个字。若我听到，我甲你离婚。我介绍你去甲李丽这样代志，麻烦你莫甲小说讲。好，我不会说。你来台湾几年啊？有无交男朋友？是有一个，才开始交往没多久，不是大男人，是个很体贴的小男人。以结婚为前提来交我。就算无你哦，我嘛会离婚的。情人节快乐！情人节快乐！过几天都是情人节，阿生若是教我过，安尼就代表伊无去找伊的初恋。那安尼，我就把这给伊。你要跟我离婚？小春，我绝对袂跟你离婚。